Hello， 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 WCG 名人專訪。嗱，上一集咧就講到點解黃金係一個投資嘅 portfolio 咁重要啦，亦都解釋咗點解喺地緣政治風險底下咧黃金受壓。今集就同大家講一講進入呢個咧黃金嘅市場咧有啲咩選擇啦。好高興啦，係啊 ，Chuck 你好。Hello， 咁好高興今日咧請到聶 Sir 咧為我哋咧做嘉賓啦，同我哋咧講一下咧究竟有啲咩投資黃金嘅一啲工具咁樣嘅。咁聶 Sir 咧其實係喺好多唔同嘅電視台啊同埋網台嘅財經節目啊擔任常規嘉賓，亦都係咧超過10個嘅媒體同埋平台嘅專欄咧發布文章。而家咧就係擔任呢一個首席分析師。多謝聶 Sir 今日抽時間上嚟我哋嘅節目。啲人成日話亂世買黃金，究竟係至理名言定係越買越亂呢？嗱，黃金咧從高位啦已經回落到成1000蚊啦，究竟應該重新出發去入市啊，定抑或再等等呢？嗱，如果選擇咧進入呢個黃金市場，又有啲咩選擇呢？究竟係買一啲黃金相關嘅股票啊、ETF 啊，定係直接投入呢一個黃金市場呢？咁我諗咧嗱，講投資工具之前嘅時候咧，咁可能咧都要咧先釐清下咧而家咧嗰個嘅黃金咧嘅走勢嘅狀況嘅。2025年啦8月初嘅時候咧，咁就金價咧就由唔足咧係3300蚊嘅位置咧，去到咧係今年年初嘅時候咧，咁高位咧就差唔多係5600蚊嘅。咁就即係所以相對上咧，其實都升咗係千幾蚊嘅狀況啦。繼而之後嘅時候咧，其實咧開始咧就咧出現咗咧一個嘅回落嘅狀況喺度咯。3月嘅時候咧，曾經咧一度接近係咧4100蚊嘅位置嘅，咁所以咧由嗰陣時開始咧，咁個金價咧已經咧係咧出現咗個走勢上嘅一個嘅變化，咁就係由咧之前一個嘅升市嘅時候啦，咁咧就咧轉做大跌市啦。而家嘅狀況咧係一個嘅大波幅嗰一個嘅狀況喺度。咁好啦，咁而家咧面對呢一個嘅大波幅嘅狀況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先至值得咧去咧切入，到底考慮用乜嘢嘅工具嚟投資咧，先至會比較適合嘅。嗱，聶 Sir 你啱啱提到而家屬於波動市啦，咁我哋應該去選擇一啲黃金相關嘅股票啊、ETF 啊，定抑或直接投入呢個金市咧？一個波動嘅行情嘅狀況啦，咁即係代表咗咧係個市況咧係咧上上落落嘅，亦都係咧暗示咗咧如果你話純粹買股票咧，就唔係好適合嘅。買股票嘅時候咧，通常咧就淨係買升嘅啫。咁你變咗咧，你上上落落嘅時候咧，其實咧就會影響咗你嗰一個嘅投資表現嘅狀況啦。咁可能咧我哋會係咧選擇會買呢個嘅ETF 啦，或者咧係咧直接投入呢個嘅金市嘅時候咧，某程度上咧可能會係比較上係適合一啲。其實咧要去考慮翻嘅時候咧，而家目前咧嗰一個嘅市況咧，咁咧就係屬於一個消息嚟到去主導咗嗰一個嘅狀況嘅。咁所以換言之咧，其實咧我哋去留意嘅時候咧，從個地緣政治嘅局勢嚟到去做一個嘅入手咯。以往嚟講咧就會用黃金嚟到做避險啦，咁但係咧而家似乎咧用美金做避險咧個成本會比較低啲嘅。咁即係話咗俾我哋聽咧，如果個地緣政治局勢係持續緊張嘅時候咧，反而咧就黃金咧就會出現一個嘅跌價嘅狀況喺度啦。咁喺呢個狀況之下咧，就更加會咧唔適合嚟到去買股票啦。咁買ETF 嘅時候咧，咁都有分正向啦，同埋係反向嘅分別喺度咯。咁所以咧即係變咗咧喺呢一啲嘅形勢當中嘅時候咧，可能都會係咧做一啲嘅調配咧。咁如果係利淡嘅時候咧，當然咧就會做一個嘅反向嘅 ETF 咧，可能會係比較上有利啲。係啦，冇錯啦咁樣。但係咧相對上咧個局勢上溫和嘅，咁可能咧就咧美伊雙方咧就係咧傾向進入一個和談嘅時候咧，咁金價有機會利好咧，咁相對上咧就可以咧係咧買翻一啲嘅正向方面嘅 ETF 啦，即係咧買去升嗰一個嘅狀況。目前嚟到去睇嘅時候咧，4月啊、5月啊嗰啲嘅時間咧，見到咧金價嗰個嘅行情咧都係有一個嘅急速變動嘅狀況喺度。咁係啦，咁所以即係其實而家嚟到去做一個嘅入市嘅狀況嘅時候啦，不論你係買升或者係買跌嗰個狀況啦，咁其實咧喺注碼分配嗰度咧都係咧需要係比較緊要啲嘅。咁我諗最緊要咧就係咧，你當你係投入嗰一個嘅注碼嘅時候咧，相對上咧可以係做到一啲嘅靈活調配嘅時候咧，變咗咧比較上係適合啲。如果你話咧買一啲嘅ETF，不論咧係呢一個嘅港股或者係美股咧，其實都會有嘅。對應翻港股嘅時候咧，咁可能會買一啲嘅SPY 嘅 ETF 啊，或者係咧價值黃金嘅 ETF 啊。咁同埋咧，其實而家咧都有唔同嘅選擇喺度嘅。咁咧就即係譬如咧，可以係港元報價啦、美元報價啦，或者係咧人民幣報價，亦都可以嘅。即係 currency 上面都有啲選擇。係啦，冇錯啦，咁樣。咁當然真係即係你話，如果進取啲嘅投資者嘅時候咧，可以甚至乎買2倍槓桿嘅，其實佢都有得可以有呢一個嘅選擇嘅狀況喺度啦。但係咧，如果你係投資咧港股嘅市場嘅時候，咁目前美中不足咧，就唔能夠咧係做一啲嘅反向方面嘅 ETF 啦。咁如果你要做一啲嘅反向方面嘅
ETF 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可能咧揀一啲美股方面嘅 ETF 咧先可以做反向嘅。而家亦都係咧有一啲係兩倍槓桿嘅，咁啊即係適合一啲咧風險胃納咧高啲嘅投資者。除咗係咧反向嘅有兩倍嘅，咁正向嘅亦都有兩倍啦。對應翻咧可能有一啲嘅投資者咧，可能佢個風險承受能力冇咁高嘅，咁當中咧亦都咧有一啲咧係持有實金嘅 ETF 嚟到去做一個嘅選擇咯。咁所以按翻住咧，其實就係個市況啦，同埋咧唔同投資者嗰一個嘅需要嘅時候咧，嚟到去咧揀翻啱嘅工具咧，會比較上好啲。咁聽到黃金 ETF 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喎，但係入市之前有冇啲咩要注意咧？當然係每一種工具咧都有佢強項同埋係弱項嘅地方啦。ETF 咧其實都會有呢一個嘅狀況嘅。最明顯嚟講咧 ，ETF 咧交易嘅時間咧就係按住咧嗰一個嘅股市嘅交易時間嚟到去做啦。嗱，譬如簡單以港股為例啦，9點半開市。咁啊4點鐘收市，咁啊就即係話咧，其實4點之後嘅時候咧，你就唔能夠咧再交易啦。咁樣呢一個咧就係佢其中一個缺點嘅地方啦。咁美股其實亦都係呢一個嘅狀況喺度啦。當你美股收咗市嘅時候咧，亦都唔可以咧嚟到去交易呢一個 ETF 啦。除咗呢一個方面咧，基金咧係本身咧有一啲嘅管理嘅費用嘅，或者咧佢會有一啲嘅相關嘅費用喺度嘅。咁變咗咧，如果你話對應翻咧係你直接咧入金市嘅時候咧，咁你相對上咧嗰一個嘅成本咧，亦都係咧大大地減低咗啦。咁同埋另外一個方面咧，24小時嚟到去做交易嘅時候咧，咁咧就唔會受到咧股市咧開門或者係閂門嘅時候咧一個嘅限制嘅狀況喺度咯。另外一個方面咧，頭先都略略講過咧，黃金嘅 ETF 咧做呢個嘅兩倍槓桿嘅狀況嘅。咁如果你要做咧唔係兩倍槓桿嘅，做其他類型嘅槓桿嘅時候咧，咁我諗變相咧就等於係咧你去直接投入金市嘅時候咧，咁相對上嘅彈性咧就會比較高啲。哦，即係 ETF 就做唔到，可能譬如3倍、5倍嗰啲做唔到。係，如果你好進取嘅，係啦，可能你要做高過2倍嘅話咧，咁暫時 ETF 咧佢就做唔到呢一個效果啦。OK，咁亦都交易時間上面就當個股票市場收市，係冇錯啦，咁其實都會收嘅。係啦，冇錯啦。但係相對嚟講，現貨黃金咧就24小時可以進行交易。係啦，冇錯啦。哦，原來係咁。咁其實係咪個現貨黃金都會比較跟得貼啲嗰個金價咧？因為嗱，如果 ETF 係有管理費，其實嗰個價格追蹤嗰個程度係點咧？其實咧，槓桿嘅 ETF 嘅時候咧，佢本身咧就係咧複製咗黃金價格嘅波動啦，從而咧對應翻做到2倍嗰一個嘅效果啦。咁要做到2倍嘅時候咧，即係自不然佢要做槓桿啦。某程度上咧，佢要配搭咧一啲期貨啊、衍生工具啊，呢一啲咧先可以做到一個嘅槓桿嘅效果嘅。佢去配搭呢一啲嘅唔同嘅工具嘅時候咧，咁佢唔係白白咧去幫個投資者做噶嘛。咁佢相對上嚟講，其實佢都自己有個成本嘅。衍生咗啲成本。呢個成本咧就會打咗落去咧嗰個 ETF 個價格嗰度。OK，即係所以有陣時 ETF 有陣時未必跟到咁足嘅喎。係啦，冇錯啦。係啦，即係有啲嘅情況咧，就係咧可能係咧個金價升得好犀利喎嚇，譬如升咗10%咁樣。咁你買一隻2倍正向嘅ETF 嘅時候咧，你諗住你賺20%啦，但係原來唔係嘅，可能你只係賺得15%嘅啫。咁個差額咧，其實就係咧嗰一個嘅費用，冇錯啦。哦，明白。因為我見到黃金可能喺美市開咗嘅時候咧，其實都挫得特別勁嘅喎，係嘛？咁如果係嘅話 ，ETF 做唔到，係咪現貨黃金都會比較適合你？即係如果想喺美股市場開市嘅時候再進行一啲黃金嘅交易。嗱，如果有啲投資者咧唔嫌麻煩嘅話咧，港股同埋美股嘅 ETF 都一齊做。咁樣㗎，原來。係啦，咁咧就你可以咧就會達到嗰個時區嘅覆蓋嘅範圍咧，就會比較上係強啲啦咁啊。但係咧，你就算咁樣嚟到去做嘅時候咧，都唔代表咧你24小時咧係完全全部都係覆蓋到，係啦，係有真空嘅時間。係啦，咁樣嘅就唔係咧100%咧可以覆蓋晒全日嘅，唔及得咧。如果咧你直接咧將錢投入金市嘅時候咧，係24小時可以係追蹤得到啦。當你咧唔能夠係入市嗰啲時間咧，咁我哋叫做一個嘅真空期嘅狀況啦。咁其實真空期嗰一個嘅風險咧，就係咧萬一忽然間咧嗰段時間咧有一啲突發嘅消息，令個金價好波動嘅時候咧，咁你就你淨係可以睇住啦，你唔能夠做任何嘅嘢喺度。呢排都成日係咁嘅喎。係冇錯。嗱，聶 Sir 你分享咗咁多啦，而今次嘅主題咧就係最佳策略，咁你有咩 tips 可以帶俾觀眾先？最佳策略咧就唔代表係一個唯一嘅策略啦，咁即係變咗咧，我嘅最佳策略咧可能未必係屬於係你嘅最佳策略嚟嘅。咁我傾向上咧都係因人而異啦，咁就對應翻個投資風格啊，或者係個風險承受能力咧嚟到去做個配搭嘅時候咧，係屬於一個嘅個人化嘅一個嘅最佳策略嘅狀況啦。在於我嘅情況嘅話咧，可能我有機會咧
就係等咧差唔多係咧4300蚊呢啲位置先至入手。咁咧另外一個方面啦，頭先講到過風險承受能力啦，咁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咧2倍槓桿已經 OK 嘅，或者係咧佢覺得冇槓桿就咧已經係最好嘅，即係已經係咧有一個唔同嘅最佳策略一個嘅理解啦。但係咧對應翻咧，如果係咧嗰個投資者咧，佢自己可能咧風險胃納會係比較上高啲嘅，咁我覺得2倍唔夠啊，咁可能即係3倍啊、5倍嗰一個嘅狀況嘅時候咧，咁我諗對應翻咧直接買入翻咧係黃金嗰一個金市嘅時候咧，咁佢自己去咧調節翻咧嗰一個嘅槓桿嘅比例嘅時候咧，咁變咗呢個靈活度咧對佢嚟講咧，可能亦都會係一個嘅最佳策略喺度，視乎翻咧自己嗰一個嘅喜好配搭嘅時候咧，咁最適合自己嘅，咁呢個就係佢嘅最佳策略啦。好多謝聶 Sir 今日嘅分享啊！觀眾咧可以咧因應翻自己嗰個風險嘅胃口啦，而去選擇唔同嘅配置工具嘅。如果你哋想知道更加多投資黃金嘅資訊咧，記得跟實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IG page。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